復活節唔想留喺屋企煲劇瞓覺，即刻搭永東巴士到深圳嚟個半日遊。永東巴士深圳灣快線喺香港市區出發，發車頻密，快速到達深圳灣口岸。落車過完關行前5分鐘就到深圳灣口岸站，搭深圳地鐵13號線就可以極速去到深圳各地熱門景點。推介景點1：人才公園，呢度係郊遊好去處，仲係打卡春筍大廈嘅最佳位置。2: 深圳灣萬象天地，潮人名店聚集地，打卡巨人雕塑，仲有好多網紅咖啡店、餐廳。3: 南頭古城，城中舊村改造嘅文創古城，巷弄藏住文青咖啡、手作小店。4: 海上世界，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打卡超正，可以一邊睇海景一邊嘆咖啡，附近仲有好多好嘢食，週末夜晚仲有郵輪音樂噴泉 show，浪漫到爆。5: 世界之窗梅拉尼亞小鎮，唔使飛去歐洲，呢度影靚相厄力仲正免費任你影到夠。6: 海岸城商圈，集購物、娛樂、餐飲嘅一站式商圈，永東巴士每日都有12個來回班車到海岸城購物中心，超方便。下次想知更多大灣區旅遊攻略，記得 follow 我哋。永東巴士祝大家復活節快樂，玩得開心啲。